讲到我阿牛的吼，生业嘛歹命。啊，自从吼，阮某阿我仔做仙了，啊，常常拢一箍人安尼食无了。啊，搁有啦，搁当着阮阿娘无代无志吼，去听迄道士的话，讲什物药啊食食着，我都去天顶做仙啦。哦，真正吼，日子过也有够稀微。啊。嗨，阿哥诶，阿牛，你两个哦，雷声啦，嘿，好神嘛，会啦，哪有可能放袂记的？顶阵我去天庭吼，哇，恁两个嘛安尼食热情，你甲招待我按来，我哪有可能放袂记的？啊，迄无啥啦。是讲你是专工来找我的啊？哦，是啦，啊，着阮娘娘吩咐讲哦。叫阮落来下凡哦，看你生活有好也无好啦。对啦，来甲你看看嘿。恁娘娘啊，对，你讲到恁娘娘，我才想到。啊？迄天哦，我伫咧厝安尼小眠一下吼，我若去梦着讲，阮某恁娘娘去互关咧天牢的，这代志有影无？哈？好神啊，你有听无？哎呦，伊若知即个代志，哎呦，我捌听讲哦，凡间哦有迄个什么会通灵，凡是阿牛会通灵哦。会通灵？哎呀，无啦，恁两位啊，这代志是事实的啦，哈。迄娘吼，即落。阿姑，其实哦，你的梦哦，足准的啦。阮娘娘哦，即摆去到玉帝关你咧天牢的。哈？什么哈？毋是安尼哦，含阮生啊，雷公嘛往掠去关哦。对。哦，拢真实的哦。是讲吼，因是犯啥物罪，才会去互关咧天牢的啦。你搁讲哦，干嘛你那尔啦？无代无志哦，去请一什么臭道士，连要变什么土精啦，连要搁变牛精啦。阮的娘娘哦，为着你迄个阿娘啦，毋知去拜托哦，雷公去甲玉皇大帝偷摕一粒仙丹，要互你那娘食。就是因咩，所以叫玉皇大帝知影，毋则两个拢掠去关。就是咩？是安尼哦。这应该拢是我毋对啦，拢我毋对啦。有影，我拜托两个吼，是毋是咱我带我做咧天庭一个？就安尼啦。阮某我啦伊也无毋对啊，是我也毋对啦。我想讲要当场甲玉帝吼纠正一下啦。拜托的吼，阿姑阿兄，你莫搁害阮好无？我若真正吼带你去天庭哦，毋然后你会去互处罚啦。连阮两个哦，嘛会去互关咧天牢的。是啊，因两个阮两个哦，算互私自下凡来玉帝毋知影，敢若好早咧关呢。安尼讲起来，我毋就会越帮越忙哦。甲到你才知哦。哦，好啦，无我即摆是要安怎？阿姑，娘娘有交代啦，伊讲叫你吼爱好好照顾你家己，还阁有哦，你迄个阿娘吼，你也甲顾好势，叫伊吼，莫阁甲阮添加麻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。哎呦，好神啊！你看迄玉帝啊，起敢若用要烧哭哦，起错错毋知起安怎？就是啊，我甲毋看卖吼。好。玉皇大帝，你是啥物代志无欢喜哈？你还阁好意思问我为着什么代志咧无欢喜？啊？我问你咧，你家己做什么代志，你家己敢毋知吼？无啊，我拢准时咧巡逻啊，无做啥代志啊。哦，你足好大胆的哦！也无甲我请假，也无我经过我的允准，恁两个偷偷走落凡间看娘娘因翁哈？哎呦，玉帝啊，这个代志你也知哦？当然咯，我是玉皇大帝呢，我的性命好多呢。使哪一使哪一？玉皇大帝，唔通生气人哦，唔通生气人哦。其实哦，我嘛无做啥物啊。你嘛讲过，迄顶死吼，较下死。阮的时阵就是吼爱听顶死的话嘛，对无？即摆吼娘娘吼，伊交代讲叫阮哦，去凡间看伊迄个阿牛的啦，
啊，即摆哦，阮若无去看，安尼哦，你无通过，你知影无吼？对，玉弟啊，恁一条会甲阮教讲哦，部下啊，都爱听顶时的话啊，啊，阮听阮先的话啊，而且讲遮咧讲，落去汉奸，阮也无早物件落去食，吼，对无，玉弟？我知啊。敢若搁带物件去互食，你代志大条啊！我就是知影讲你无带物件去互食，也毋过你爱知呢。恁两个心肝真软呢，也万恁若准啊讲凡间的人吼，若准啊讲有病痛，还是讲倒位咧无爽快，也恁两个哦，将天庭所有什么丸啊、什么丹啊，搬落去互凡间的人食，也安尼凡间的人哦，食了后，哦，大家拢感觉鼻共喜受的拢清欢喜，煞变怎？哎呦，袂啦，你放心啦。啊，反唔敢啦，嘿啦，唔敢啦。后摆若要家己走落去凡间，爱甲我请教有听无？知啦，3工前就使请啦，哈。嘿，无咯，玉弟啊，啊你即摆咧拖大柜是咧拖安怎？啊，袂晓，最近吼天兵天将来甲我报告讲哦，讲去凡间哦，诚久无落雨啊，即马吼四季拢咧苦花啦。这毋较简单，玉弟啊，啊你都阮先咧甲娘娘甲放出来就好啊嘛。是要你放出来，你爱知呢？你先咧甲娘娘是犯了天条呢，应该是爱斩哦。啊，我就是讲哦，带念讲你安尼哦，都对我都袂歹，还佫安尼遐尼乖，所以我即摆甲关喺天牢的。啊，我即摆哪会放出来啦？啊，我若放出来，以后摆哦，一个好管交地啊！若走去我头壳顶放了，爱怎变怎？袂啦，你啊管你放袂着啦！啊不，我是讲伊后摆唔敢啦。啊你吼有甲处罚一个吼，啊你意思就好啊啦。是啦，你啥讲都无唔对啦。搁再讲哦，你看啦，即摆遐百姓哦，偌可怜的呢。迄哦，你嘛无通啉啦，啊食无通食啦，对无哦？对。到时哦，因若你烧酒哦，去阎罗王爷甲你告，我甲你罢免权哦。弹劾哦，到时你玉地别当做我你讲，所以你咧泥田、乌炭矿去行船，去风吹一莫讲落去，莫讲落去啊！正经遐严重哦。严重哦，所以要个顶。好啦，照你的意思，天兵天将，在，赶紧去天牢将雷公甲娘娘甲伊放出来。是，多谢玉弟，免客气。最近风霜爱入来，心爱你在歹势啊，借问阿兵哥啊，啊，即摆是要换下房呢？唔是啦，换下房，先嘞，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啦，什么好消息？玉帝要放恁两个出来啊！玉帝已经要放阮出来，我上级以后已经自由咯。是啊，你即摆开始唔免管啊啦，阮两个吼就是要带恁哦行出天牢。哦，安尼哦。哎呀，迄查某人哦拢无咧顾家己的啦。好啥？啊，你对环境看阮人哦，看了安怎？娘娘，你做你放心啦。即马吼，恁迄个牛的吼，哦，即马生活偌舒适咧。对，吼，养到一只敢若牛咧。啊是安尼哦，阮咱无代志吼。无代志啦。啊，咱无代志，我放心啊，搁数个代志吼，我拢无爱插嘴。啊，虽然无代志，即摆代志来啊啦。先生，发生一件代志吼，真头壳疼。什么代志啊？煞毋知吼，恁两个关伫遮吼，啊凡间吼，拢总无水啦，啊一寡农作物拢死了啦，啊一寡山影啦，连无开花无采结子，民不聊生啊。哦，那照你安尼讲起，就是凡间伫咧可汗。对。我知咯，安尼就是因为玉皇大帝和凡间的人伫咧甲伊问我都是安尼，你天庭这么久拢无落雨，结果玉皇大帝伊就讲袂出来，因为雷公甲着闪电娘娘一行人拢总去互伊加禁起来。即摆玉皇大帝已经触犯到宇宙的帝王，所以啊，拄即阵开始啊，咱这个玉皇大帝已经知影讲我雷公的厉害咯。我雷公真正实在有够英雄，有够气概。好啊，喂，从今你啊对我都无唔对咯。我知。照你安尼讲，我即马起来叫你逆送安尼。免啦，你若有闲的事，都叫我哥哥就好啊。切啊！你乱来啊！啊！今仔日我会放你甲娘娘出来，完全拢是恁即个道弟仔甲河神去求情的呢。也若无吼，我是准备要甲你关到，互恁头毛死杀母呢。好，我即马一个对你好，你煞煞会下摆呢？哈！我无你袂用的哦。我甲你讲哦，
此去你若准咱讲住喺我的后壁讲我的尻川后尾啊，我马上为讲我别人做。